須參與設定，請配合現場工作人員指示。多謝合作。請大家緊記，風暴潮快集結，幕前請齊家人揚高。一陣間啲水位會去到2.5米高。陳太，請你跟我哋去避險中心暫避。阿琴，我哋一齊走啊！並等待氣象局改掛3號風球之後，展開清障行動。喺改掛咗3號風球。有冇唔舒服啊？我哋救護員亦都隨即上前進行護理，以便暫為傷者供養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我哋嘅吊車咧已經迅速到場。使用者同埋係防止發生2次事故㗎。總結今次水晶魚2026演習嘅過程，整體咧流暢，重點咧係測試咗好多個項目，各項演練咧各項目標咧都係預期咁樣達到咗良好嘅效果。喺呢個演練之中啦，各個體現得到咧民防架構裏邊各個成員咧都非常之積極嘅投入，態度咧非常之認真。為咗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咧，做咗大量嘅事前嘅準備嘅工作。希望我哋咧每一位都透過演習咧檢視各項預案，我哋所定嘅預案同埋計劃，完善各項嘅應急嘅準備。